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故在风咧吹，故在风咧吹，云咧飞，山犹原点点伫遐坐。故在草咧摇，花咧扭，树同款静静伫遐徛。故在狗咧吠，鬼咧吹，树甲山原在稳如泰山。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64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写的《记在风咧吹》。今日起，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这个大自然的风会当创作无限的空间的水。所以讲，这个风，咱借这个风来写这个足自在无拘无束、无受束缚的一寡情景，尤其甲这个山啦，甲这个树啊，因的韵啦因的在，甲伊写出来记在风咧吹就讲，随在风去飞啦，随在风安怎吹拢无要紧啦。又在风安怎吹拢无要紧啦，所以这个风安怎吹，共款无要紧，风吹云就对咧飞，毋过呢，这个山无受影响伊共款点点啊伫遐坐，风来伊嘛是人讲如如不动啦，拢共款坐伫遐啦。记在草咧摇，花咧摇。这个草因为较嫩嘛，所以咱家用摇。花是足水的花嘛，所以花呢，咱就家当作咧像查某囡仔，足水的安尼，爱着伫遐摇树啊是欣赏的角度啦，毋过伊共款呢，静静伫遐徛，伊徛伫遐，点点啊徛伫遐。伊嘛是咧欣赏伊嘛无受影响啦记在狗咧吠，鬼咧吹，这个狗大细声安尼一直吠一直叫这个鬼咧吹这个咱是该借鬼来比喻尔啦，比如啥物呢？比如讲有当半暝咱听迄风咻咻叫，那像鬼伫遐一直叫，一直咧吼，一直咧吹啦山甲树啊咯，徛甲足在的，那泰山伫遐咧，足稳足在的咧。其实这首诗有一点什么款的含义呢？树头若徛好在，毋惊树尾做风台。所以讲，咱这个树头徛好在，外表若像泰山呢，咱这个心内呢？咱嘛是足稳的，心内啥物拢毋免惊，所以内心甲外表拢足稳足在的，所以咱是足自由自在的。毋管外口的环境安怎变，咱拢会当感觉拢足自在、足稳的安尼。
在风咧吹，这个记载，这个记是根据的记，根据的据，这个在是在处的在，记载什么意思？记载就是随在啦，就是悠哉一去啊，随在一去啊，毋管你要安怎拢无要紧啊，所以这个记载风咧吹，就是讲咱的内心若坚定，毋管外口的环境安怎变，拢无要紧。这同款的讲要怎写？就是顶悬伊的厝挂是一个人啦，加骹一个工作的工，做工的工，这就是工。这个工咱台语用这个字其实伊嘛会当写大同的同，大同世界，这个同。这个款呢是款待的款，同款是什么意思？两个物件完全一模一样，那就是同款啦。记载风咧吹，云咧飞，山悠远点点伫遐坐。风吹，风吹，当一个音就号做风吹，也就是风筝。所以今日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智英老师来跟咱分享放风吹。台湾俗语讲9月9，风吹满天好。这台湾囡仔大家嘛会晓讲这句话啦。9月9当然毋是即阵的国历啦，是讲做咱的日啦伊就讲做农历啦。9月遮9月初9这个所在风吹满天好，都大家拢伫遐放风吹。因这风吹这种物件风更叫会有迄个声啦。尤其古早的风吹照迄个吹记录伊还会当有制造出迄个声音出来，真大声安尼啦所以风吹满天好。风吹这种物件咱若即阵年岁较济像到60、70岁的伊迄个时阵拢家制造的啦。即马的囡仔，我想慢慢看到，应该是无人会家己做风吹啦因为迄时代无共就变安尼，所以家做风吹有家做风吹的乐趣啦，来算起来更较好更较深切，咱真拢是做怀念的。即马风吹叫古早。即马系有真侪项好处，就是讲现代制造伊会当变真大只，风吹真大台安尼总的就看会到，迄种刺激感、迄种满足感我想达到100%的满足啦所以即项风吹就是变讲有人就因为专门就是耍即个风吹制造即个风吹，变做是一种专家嘛有人是放风吹的专家。放风吹上惊讲风吹，所以古早讲风吹断了线加火就了一半就所谓财产就是地风吹尔，所以较无障碍物伫半空中甲咱变一个说放风吹失败去风吹去拔落来啦，种种的麻烦所以风吹就是爱会晓放当然开始就是找所在爱好尤其是这所谓这秋天的时阵到秋末的时阵就一种做正迄个气候适合啦迄个风较和风，毋是讲寒天的风咻咻叫、呼呼叫真大，嘛毋是讲热天的时阵风台风安尼佫严雨，就无法度通放嘛所以自古以来，咱台湾人咧放风吹是9月9，风吹满天好。记载风咧吹，云咧飞，山悠远点点伫遐坐。记载草咧摇，花咧摇，树共款静静伫遐徛。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黄智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吴家芬老师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